台湾画家陈定波的大孙陈立碧，伫咧国外生活要到40年的时间。伊10多年前回来到台湾画陈定波文化基金会，伊一直真拍拼伫咧做文化教育的事工，也对2012年出版一部合作结合的漫画，打算要用20年的时间来推出120本讲台湾的故事，到今已经出到第10集咯。基金会也找广播电台合作，把漫画内容全部配台语，放伫咧 YouTube 顶头，互大家看。较乖，阮接到情报，读册会内底有叛乱分子，请你对阮等去协助调查。叛乱分子？我毋是叛乱分子，校长，紧甲因讲，我只是学生啊。主角因为互人检举讲是叛乱分子，互警察抓去，这是对白色恐怖受难者张尚比的故事改编来的。这部漫画的合作集合 Rendezvous 是陈定波文化基金会出版的，即马甲红仔册配音做台语，放伫 YouTube 免费和大家分享。这个卡达地的新生，咱袂使放互袂记。啊，因若开始对这有趣味，因阁有想要去了解讲，用做台语安怎讲，吼，啊，咱有准备讲好，才便，你马上让听到。集合这部红仔册以奇幻冒险结合台湾历史为主题，有讲咱第一位奥运选手的故事，嘛有讲早前台湾掠海洋的商业发展故事真丰富。另外，为着要互更侪人来接触台语，基金会和广播电台合作，特别找一般民众来参与台语配音。因去准备5点方向有一只海岸，快点啊！因闪开啊！电台表示，配音的人来自台湾各地，除了会当用家己上自然的方式讲台语，大家嘛拢真欢喜讲，会当了解到真侪台湾的故事。伊真用心，伊甲咱台湾的历史包装伫咧一寡较因家己编的故事，一寡较奇幻的、较奇幻的。我感觉讲安尼会当吸引一寡较少年辈，可能有机会互因来看。陈定波文化基金会表示，集合这部红仔册要用20档来推出120本，今年第3档已经出10本去啊。伫 CCC 对万台就看会到，伊嘛当地规划讲要用3档至5档来组成漫画电影，希望会当甲台湾漫画品牌做起来，杀去到国际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